多時嘅船啊，冇人嚟啊，有尾部有舵啊，用來控制船前進的方向啊。船尾板側咩兩面啊？主要功能是增加船行進時候的穩定。船首通常會設有突出的標台供漁民標語之用，每艘漁船上都貼有供奉漁民的守護馬祖祈求木。呢個係馬祖嚟㗎，呢個係漁船上面嘅馬祖啊！呢個石船嚟嘅，係愛嚟俾遊客睇嘅咋。